年轻的日巴们，你们不要这样做。过去我有一句话没有对你们说，就是100个面具不如一个狮子。这话指的就是热琼巴，让他进来，热琼巴。上师，上师。万圣吧，你不要这样沮丧。过了，徒儿们听着，我为了回答热琼巴的歌，唱出最后的歌。我宁等着我的琼巴，今天的下午同学的琼巴。Senhor darsha chochigre chonva kimide tsansa hazon jigre chonva Ani dogurtan la popchigre chonva Chandang ponchigre chonva Tanya de ponchigre chonva Lama yetam kandrosan Chikte jala solwa tower Tavar gompa shutpasan Chikte jala nyam sulong Tsinda tam shima var tosan Chikte jala jisa chura Tirdam rukunjo tamayan Kachim kunjum jugmayan Tontele me tore chungwa Te nyam sulong shigu payava上师他在发声的空中，遍布报身愿力的发云，化身的事业如花雨，连绵不断，下个不停，使化期的果实成熟，诸法都是无声的。法性无声，本是空性。空性即是无生无灭，即生即灭，也就是空性。故此，要消除心中的疑云。这师兄们，师兄们，是师兄们！很多天神和神女用白绢帘子把灵龛遮盖住，从里面射出一团白光，他们正在迎请着光团。我们现在去看灵龛吧。五部空行母啊，我们人间的大众要愤恶，
将灵骨不要请走啊！对你们诸大弟子来说，世上的灵骨和舍利是指本心为法身，若还嫌不足，可以祈请，尊者以后会赐给的。对其他的人来说，尊者犹如日月一般，他们的眼界还不如有我那么一点，当然得不到灵骨和舍利。主尊呐，你舍弃幻化之身时，您是得到空行成就的瑜伽士，能转变现有万物为法身，成为一切空行的首领。你那灵骨舍利是崇拜的对象啊，请以慈悲收在座的徒儿。有缘的善男信女，这座发光的宝塔成为一切众生的陪福所在。它的住在清净的刹土中，供在人间，它会自己隐去。你等弟子所能得到的是直本心及法性，这是至上的灵骨和舍利。你若能诚心祈请，真心实意的信奉它，若还要求二智慧大灌顶，那就把头放在这下面吧。现在我们按照尊者的遗嘱去看那灶下面的金子吧。就尊者一生的事迹来看，固然不会有什么金子，但这是上师之命，必须去看一看。